再次咧係恭喜獲得嘉許嘅得獎者啦，同埋得獎嘅隊員，同埋感謝所有關愛隊嘅隊員、義工同埋服務團體，大家咧係用熱誠嘅服務態度，為沙田區咧係注入咗溫度同埋人情味，讓有需要嘅人咧係感受到咧佢哋並唔孤單，對社區更加好和諧。即係上年咧年初5嘅時間，咁咧我哋港元村咧就有一個單位發生咗火災啦，單位個燒毀亦都好嚴重，獨居嘅婦女好無奈啦，同埋好彷徨。咁我哋關愛隊知道之後咧，其實當日即時咧就動員我哋嘅隊員啦，同埋我哋義工咧上樓，用咗幾個鐘頭時間咧，就幫一個嘅婦女咧清理個現場。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帶出一個慰問啦，同埋都即係話俾嘅社會人士聽，我哋民政幫到你。因為其實單位裏邊仲有好多大型嘅傢俬咧，第二日咧我哋都聯絡咗消防嘅義工隊，都幫佢全部清理晒。咁其實事後我哋都有跟進嘅，咁我哋都聯絡埋中電啦，就佢有一個計劃，就可以捐贈一啲小型嘅電器俾佢，希望佢能夠咧即係慢慢地回復嗰個嘅即係正常嘅生活啊咁樣。民政幫到你唔係一句空話，其實咧係透過大家關愛隊唔同實際嘅行動咧，每一日都喺度幫緊市民。